最近發現咗一個現象，就係咧有一類人咧都會有同一個特質，就係佢哋好運啦，同埋好有食神，而且好多事情咧都會逢凶化吉嘅。所以今日咧就想分享俾大家。距離新年咧都仲有一段時間，但係佢哋咧已經開始咧辦年貨啦、行花市啦，諗下新年去邊度食飯啦、訂唔訂盤菜啊咁樣。咁呢一啲嘅地方咧都會充斥住咧普天同慶嘅能量嘅。呢個習俗啦，或者係一個屋企嘅傳統咧，其實就會一代傳一代咁樣感染咗我哋嘅。佢哋咧都係非常之重視一家人咧團團圓圓，唔好睇小家族嘅能量啊！一個人嘅好運咧，真係唔係單單靠個人㗎。可以幻想一下咧，其實我哋啦上邊有父母㗎嘛，咁父母上邊都有父母，就會形成一個倒三角，就好似一個漏斗咁樣嘅形狀。有句説話咧，叫做虎毒不吃兒。再差嘅父母咧，其實都會想自己嘅仔女咧好嘅，想佢健康啦，想佢順利啦咁樣。呢個家族能量嘅祝福咧，都會係一代傳一代咁樣嘅。其實我哋咧就係最終嗰個受益人。如果你仲有爺爺啦、嫲嫲嘅話咧，其實佢哋真係會當你如珠如寶喎。你哋身邊有冇呢一類嘅朋友咧？歡迎你留言俾我啊！